好，你还参谁呀？陛下，最后一个。说，陛下，监察院威压6部，用人不明，这只是表象。正所谓正本清源，朝堂错漏，百官有责。然而并非根本。民间有俗语：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臣最后要参的是说，大胆的说。是陛下。那你不要！陛下！杀疯了。确实是疯了。陛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者不知，是无知；知者不改，是无勇。我大清国的根基，不是监察院，是文武百官，是天下良心呐！陛下，现在改还来得及呀！天下人都错了，6部百官也全都瞎了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赖御史的意思是错的，不只是你们，连朕都一样错了。陛下英武，天资过人，但人非圣贤，臣怎能知错不戒呀？陛下，赖明成攻侮陛下，无惧无杀，此人狂悖之极也，简直是畜生啊！陛下，儿臣实在是没忍住啊！陛下，每日殚精竭虑，为的就是我大清的太平盛世，而此人竟然如此折辱陛下，儿臣痛苦不已啊！陛下之光胜过日月，陛下之恩犹如父母，陛下被骂胜过鞭打，臣之肉身啊，臣疼啊！儿臣也疼。行了，陛下，赖明成确实说话难听，但毕竟身为御史，职责所在，望陛下宽恕其罪，留存其身，为国效力。臣也如此觉得。赖明成是荒唐，可陛下何等胸怀，怎会跟这种人计较？训斥责罚一番，也就罢了。你们的一番苦心，朕看到了，也听到了。陈院长，陛下，臣是被参之人，无权评论。秦将军，臣在。陛下，赖明成太糊涂了。监察院对庆国有功，他根本就不理解陛下的苦心，他的官职该降。陛下，老臣觉得大家都对。
都对。赖明成犯下大错，罪无可恕。可是陛下仁德，天下皆知，该杀该罚都合情理，该放该用，全凭圣恩。臣琢磨来琢磨去，这冒犯陛下之罪，还是当防。如何处置，还得陛下圣裁。朕以为赖明成参得好，参得好啊！直言进谏，不愧为我大庆的第一御史。国事为重，不计私心，百官都应该有此心怀啊！朕看来，不可以罚，朕要赏。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陛下，臣心中现在是既悲痛又感慨。陛下被参，臣痛苦万分。但是有赖御史这样的清官名臣，臣又感慨万千。所以此时此刻吧，臣是悲喜交集呀，也不知道应该哭还是应该笑。好了，朕在考虑着赏什么。陛下，现成的，范闲参我呈上去的珠宝。陈院长格局小了，我堂堂的大庆御史怎么会是贪财之徒呢？哎，林相，陛下，古往今来，御史一生追求的是什么？御史直言见君，唯求青史留名。青史留名，廷杖。廷杖能让他们千古留名。陛下三思，史书上赐廷杖的君王，或许有微词啊。朕知道，如果廷杖了御史，那些史官的笔下，朕不会有好结果。哎，那朕就吃点亏，成全了他。大家好好学学。陛下不昏是我昏呐！陛下，赖御史查惩贪腐终究有功。你这么袒护他，好，赖御史的监刑就由你了。赖贤，陛下下旨了。臣接旨。侯公公呢？赖明成呢？不知道。侯公公呢？赖明成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范闲奉旨监刑，赖明成在何处听杖？侯公公呢？赖明成呢？
怎么来了？陛下让我接行。哟哟，真好，大都上下。陛下除了让您监行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了。那就是没打算停。先别打了，我去问陛下。小范大人，来不及了。大人，到监察院了，院长像是在等您。我谁也不想见。这个房间你没有来过，很少有人进来。这个宝贝是连接八处的重中之重，八处所有的秘药，无论大小，都会第一时间传送到这里。各处都有不同颜色的区分。我也可以在这里第一时间发出密令。这个宝贝还是你娘留给我的。怎么了？现见不好。我想不明白。为什么要把赖明成活活打死呀？不是说以前指着陛下的鼻子骂都没事吗？陛下气度恢宏，指着鼻子骂不仅没有问题，最后陛下会一笑了之。那为什么这次就把赖明成打死了？他参陛下都没有问题，只是不能触碰逆鳞。监察院是陛下的逆鳞，倾国中心才是陛下的逆鳞。那要照这么说，难不成有史以来敢参监察院的全都死了？参过监察院的御史很多，赖明成是第一个被杖毙的。那赖明成跟以前那些人有何不同啊？赖明成是不是找过你？是啊，共同查案。督察院查贪腐掉线案卷并不是绝密啊。陛下是这个。监察院之所以独立于6部之外，
就是防止有些人把手伸得太长。我不该答应他，是我把他害死的。不是你，你答不答应都无所谓。赖明成决定选择你去找你的时候，他的命运已经迎来了终点。找我，就是他的死因。再深想一步，陛下为什么让你坚信？你是不是还欣赏赖明成？是。你知道吗？督察院那些御史在替赖明成收尸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对你恨之入骨。从今天开始，督察院所有的人都不会与你为友。你要接受内库，你要接受监察院。如此重任的臣子，亘古未见。我只能是个孤臣。天威难测，圣心如渊，这8个字记在心里。联合监察院，弹劾监察院，再加上找我，这就是他的死因。咱们这个陛下，就是不能接受有人跳脱在他的掌控之外。可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国法也好，监察院也好，不都是为了天下的万民吗？万民和陛下到底哪个重要？这些话从今天开始一定埋在心里，永远不要说出口。我知道答案，不会再问了。总是有些人走和陛下不一样的路。我娘吗？已经死了。是。你娘已经死了，但路永远在那儿。回家去吧。雨下得这么大，换件衣服，暖暖身子吧。哥，读书也不急于这一会儿，困了就歇会儿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么多书还没背呢。这些好像都是我的书吧？对啊，全部都是你的医书。我说怎么书架上少了那么多？怎么突然想起来学医啊？帮你啊。帮我？嗯。上次爹装病，幸亏你下毒才躲过一劫。后来我打听了，这毒理呀，亦是医理，所以我学医。万一哪天需要装病你不在家，我可以来啊。学医很苦的。我不怕，这些书我都背了大半了。也不急于这一世。哥，要不你考考我吧？不用，你背你的，我就坐会儿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心里烦，到你这儿静一静。要不跟我说说？有什么可说的呀？不就朝堂那些破事儿吗？哥，要不你别当官儿，那我干什么？做什么都行啊，天天游山玩水也挺好啊。没钱了怎么办？我养你啊，
我现在学医了，我都打听了，行医可挣钱了。你养我？对，还有嫂子，你们俩我一起养，逗我开心呢。我认真的，我真的认真的。好，要是我真有一败涂地、无处可逃的一天，就靠你了。不会有这么一天的。若是真有了，我保护你。一言为定。谁变谁小狗。想学医，光靠背书可不行，在这儿等我，给你找个东西。学医得见血。先开膛破肚，再伤口缝合。用这个比以前强多了。当年老师教我的时候，我剖的都是尸体。活着剖，那也太疼了。格罗方，3处特制的迷药，保证无痛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是你们的卖身契。好像真的是卖身契，似乎在他手里啊。不知道啊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只是卖艺，但人是自由的。自由的。不卖身，只献艺，那还会有人光顾吗？确实。今后前途未卜，所以小范大人才让大家去留随意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吗？当然，请。真走了！把这么多的东西，小范大人可以命令我们留下来的，根本没必要让我们自己做选择。我们的命别人来定，早都习惯了。他说他不喜欢。小范大人还说，你们的命应该自己定。我想留下来试试。好，欢迎桑文姑娘加入抱月楼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第一次决定自己的命运，我们愿意相信小范大人。我也想留下。金毛掸子，太香难了！看来，金毛掸子。大人，这看着不对啊！堵我的，要不咱绕路吧？继续往前，人都来了，就不躲了。好嘞。里边的人给我滚出来！大人，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！这家里边产业吗？你小子没这个资格接，这是咱家殿下的产业，识相点，把楼给还回来。小爷我饶你一命啊！三皇子，
我猜猜，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吧？这是想把抱月楼抢回来，在皇子面前长个脸。哼！你笑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害他？吓唬谁呢？把楼交了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交这楼，小爷我今天就能让你死。不信？真不信小爷敢在这儿杀人呀？哟！兄弟们，上！大人，属下来迟。这些人都认识吗？认识啊，这些个家中长辈都是朝中。您确定你认识？属下眼花了。属下根本不认识他们呀！这些个家伙，他们身份不明，当街阻拦提司车驾，属下是不是应该把他们抓了？听你的。押回去！是。你们敢抓小爷，请去把门抽闸！各位。行行好，少说两句吧。人呐，闹事都是虚大人，真抓呀！抓呀！然后呢？然后从他们身上搜些银子，把这店家给我赔了。臭崽子，下手没轻没重。咱家大人，胜吧，闲吧，去吧。这应该是2殿下的手笔啊，逼着您跟3殿下翻脸呢。我知道，咱不上当。回一处。好嘞，把严叔交出来，驾！王启年，哎，三位大人，不去一处了，进宫。是大人，咱不是说咱不上当吗？退一步，越想越气，忍不了。他在上面干嘛？不知道。他平时都这么接待客人吗？不是。那我也要上面。不一定。殿下说也可以不用。谢谢你能来，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，随意。你为什么坐这儿啊？如果我说我跟范闲都是误会，你信吗？你们都闹成那样了，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欣赏他的。那你跟他说呀，找我来做什么？他不一定会来，误会太深。其实，我对他从来没有阴谋诡计。不信你看我眼睛，我以皇族的尊严发誓，
我能不能问一句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被逼无奈呀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谁这么有本事，敢逼皇子？陛下，我想远离纷争，他不让啊，在群臣面前说我贤德兼备。13岁封我为王，15岁旁听朝政，他不让我离开京都，给我机会结交群臣，广结党羽。你让太子怎么想？说我不想争太子心吗？我只能够一步步的往下走，到现在，如果想回头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让我做太子的磨刀石啊！这种话大逆不道。所以在屋顶上说，没人听得见。你怕别人听见，干嘛要跟我说？你我婚约在身，既然无法反抗，这后半生你我二人就是命同一体。如果这世上一定要找一个人敞开心扉，应该就是你啊。现在你应该相信，其实我对范闲没恶意。等，我有点乱。你跟你的未婚妻敞开心扉，是为了证明你和范闲之间的误会？这是不是哪儿不太对呀？如今我在禁足，怕是除了你以外，没有人愿意见我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请你替我送一份奏表入宫。什么奏表？为国举贤。举谁？范闲。接着说，监察院最新消息：各府子弟当街拦截范闲车驾，范闲出手击伤3人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关在一处。这是多大点的事儿，你就跑朕这儿来了？不是，到陛下这儿来躲清闲来了。陛下不知啊，现在各位国公都在监察院门口找我放人呢。所以你躲进宫了。现在京都城内外只有陛下这儿最清闲。你躲什么呀？陛下，您那可是火药啊！是。我问你，你们一处是不是不想放人？回陛下，抓人的是范闲，要想放人的话，也得找范闲才行。你们找范闲啊？范闲现在也躲在宫里。跪下！你是抱月楼东家？范思哲才是大东家。哦，那就是有你了。范思哲说赚钱。范思哲说让你吃屎，你吃不吃？范思哲这倒不至于啊。
你怎么还替孩子说话呢？哪儿帮啊？你还敢鼓动各家子弟当街给我来人去？这没有。我再问你一句，有没有？真没有。行，不说实话是吧？来人，去把我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。娘，来人真不是我干的。刘一，小小气，殿下不至于这么糊涂。哎，你说你们几个也是，看把我柳姨气成什么样了，还在这钓鱼，让你拿藤条赶紧拿去啊！我让你不说实话，你说不说啊？疼，不说是吧？哎呦，说不说？娘，哎呦，说不说？娘，别打！臭小子，整天柳姨消消气，看你还跑不跑？跑不跑？让你跑，让你跑！打死我！柳姨歇一歇。臭小子，叫你不听话。柳姨，喝口茶吧。真不是我，娘。臭小子！哎呦，别打！你先等会儿，等我打完他的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说不说？娘，我真没有。柳姨，您要不还是钓会儿鱼吧？下人们都看着呢。我管他上人下人呢，钓鱼是解闷儿，我抽他也是解闷儿。说不说？还说没有？还说没有？真没有啊！哎呀，臭小子！别打了，娘！哎呦！哦，动藤条了，真打了。你说咱们要不要去看看？晚了。嗯，打完了，这么快？最后还是范闲给拦下了。无趣，无趣呀！没有热闹可看了。朕想问，为什么宫里的事儿总是你比朕先知道呢？因为监察院就是陛下的耳目。看来赖明成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监察院已经做大，无人能管了。说的没错，有道理。请陛下三思。三思？你总让朕三思。思什么？赖明成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，因为他是被陛下杖毙的。如果他说的都是对的话，你可真敢说？老臣忠心耿耿，知无不言。你就不怕有一天你和赖明成是一个下场吗？为国捐躯，不惧一死。得了吧，不去死。刚才你躲什么呀？陛下，这死亦有轻重之分。朕看最没轻重。这孩子嘴真硬。消消气啊！哎，这怎么拿走了？我还没打完呢。哎，刘毅，我觉得那群混小子拦路的事儿，他是真的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。这就是有人借机使坏，想让我和柳姨不痛快。以后少往宫外跑，听见没有？哦，贤儿，以后啊，你帮我多照应着。要论亲戚，这孩子还得叫你一声大表哥。柳姨别这么说，殿下是皇子，皇子也得认亲讲理啊。叫人。大表哥。孩子瞧着真喜庆。堵你的可都有些家世啊。是，府上都有爵位。你都给抓了？都抓了。那可得罪不少人啊。不怕。傻孩子能不怕吗？官场就是人情世故。唉，陛下要我做孤臣，我也只好铁面无私了。别出去瞎传话，听见没有？不敢。你也是，什么都敢说呢。外面不说，柳姨不是外人。这也真是难为你了。柳姨，这几日
千万别让他出门，就怕别人还在等机会。你放心，我盯着，绝对不让他出门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不急，再多说一句啊，毕竟你是这孩子大表哥，还沾着亲呢。没事多来看看他，也替我管教管教。这瞧着不顺眼就直接打，怎么打都行。啊？啊什么啊？啊，我意思，表哥你以后常来啊。行了，打也打了，教训也记住了，起来吧。起来吧。抱月楼还去吗？不去了，我那是被骗的，那抱月楼以后是表哥的。刘一，那我真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宫里送来了一些酸酪，你不是爱吃吗？我差人给你送到府上去。酸酪浓郁可口，刘一有心了。留下吃个饭再走吧。别了，一堆国公等着呢。贤儿，那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好，多谢刘一。嗯。贤儿，慢点啊。唉，以后常走动吧。跟大表哥，可他还跟二哥在斗着呢。老二都禁足了。我跟你说，往后你能不能求个安稳，或许就看你这个大表哥的了。这次抱月楼的事儿，就是有人故意给你挖坑。这皇宫大内险过深渊绝境，其实娘不希望你留在京都的。你能明白吗？娘，我明白。刚才娘是不是打疼你了啊？疼不疼？不疼。不疼？不疼。这不疼哪能记得住啊？来人，赶紧给我来人，把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，快点！听见没有？把我的藤条拿过来，快点！臭小子，赶紧给我滚回来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定打到你记住，听见没有？回来！气死我！陛下，叶家上的奏书，先给院长看看。不合规矩。你破坏的规矩还少啊！陛下说什么都是对。这是叶家和二殿下联名上奏，陛下。范闲继承庄墨涵书籍，文才经世，他们推荐范闲作为这届春闱的考官。对这个推荐信你怎么看？二殿下可是真聪明啊！刚刚进族就跟叶家联名上奏啊！叶家什么底呀？叶流云大宗师啊！这联名上奏，日后二殿下依然前途光明。他们的婚约是朕赐的，他再聪明也是陛下给的。你就看出这些？还有，二殿下跟范闲争斗之后，马上上奏举贤，让老臣感动。不谈人事，谈什么呀？朕在想。像范闲这个年纪，能主持春闱吗？你这是什么嘴脸？陛下，老臣不好说。刚才陛下说不要谈人，范闲恰恰是个人呐。春闱如此重要，老臣不敢僭越，一切还要听陛下定夺。陈院长说话还是那么的滴水不漏。
老臣毕竟忠心耿耿。真诚啊！方公子，方公子，陛下口谕。这么巧，我刚准备走，陛下什么吩咐？陛下有旨，春闱将至，范闲兼任4品居中郎，此次春闱监督胡明抄录。恭喜小范大人，这一届学子该称呼大人一句作诗。居中郎，这官名有点意思，陛下先取的？哪能啊？居中郎自古便有。那侯公公觉得这朝堂之中，我该居中吗？老奴哪懂这些呀？居不居中，不都得靠着陛下吗？多谢侯公公提醒。哎呦，严重了，哪到提醒啊？随便乱说。哎呀，您看我这也没带些碎银。哎呦，您可别开这个玩笑，不合适。再说我也不敢呢，是吧？口谕传到了。我回去伺候着了。他头在动，你明明看着我呢。哥，你回来啦！少爷，哎呀，不用跟我行礼。哎，回头跟你娘说一声，明天菜做的清淡点啊。好的，少爷。怎么来我这儿了？是不是下不去手啊？缝好了。缝好了？都包扎好了。这精神挺好的，缝得不错呀。好歹也是看了这么多医书呢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那个哥罗芳效果真不错，全程都没醒。你就不害怕？还行吧。没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烤了吃呗。有道理，不过你这心态啊，更适合当兽医。不会，跟人看病不会这么想。若若，学医啊，不光是胆儿大，还得心细手稳。我该怎么做？哎，捏着，放平，抬高。你头发里藏了这么多针，这不显得发量多吗？有道理。别什么都有道理。稳住，不许让它掉下来。然后呢？你别说，这手还真挺稳的。然后就是学会在运动中保持平衡。首先呢，就得走起来。练到后来啊，不管是正着走、倒着走、前后左右、东南西北，哪怕是蒙上眼睛，它都不能掉。你跟我当年练这个的时候啊，老师说。然后呢？你是第一次练这个？对呀。手这么稳吗？是不是很有行医的天赋？算是吧。哥以前也练过？练过。也跟我一样可以挑着针走来走去？差不多吧。啊，那个若，这不用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啊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一些皮毛、最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。学医呢，还是得多读医书，五脏六腑的位置啊，人体穴位啊，都得记牢。然后呢，就是找一个水果。水果？对。拿着水果，不停地割开再缝上，割开再缝上，不停地练习，不光练手稳，也练心细。
我记着了。现在要练吗？不急于这一时，咱们今天先到这儿。那我先走啦。哦，可我差点又智商盆地了。啊？嫂子要找你。来啦。你猜到我会晚上来？范大人，你来我这儿，晚上比白天多。你这话说的，显得我不像好人啊。勋贵子弟拦路打人的事儿，我听说了，这应该是二哥暗中推动。我知道，都是被他当枪使。那些少年，你该打就打，该训就训，陛下撑腰。那些国公勋贵不敢怎么样，大不了你打完了，我再登门赔罪，好歹有个郡主的身份，他们打碎了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吞。婉儿，咱俩真是珠联璧合。兰人事件瞧着凶险，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影响。若是二哥真想报复，手段绝非如此浅显。所以你觉得这只是表面的报复，让你安心，觉得他计穷于此。而真正的杀招，暗藏其后。春闱监考才是真正的大事儿。我记得上一次提到这件事儿的，也是他。若二哥真有为你而设的阴谋，春闱就是最好的舞台。春闱科举是全天下文人学子的盛宴，所有寒窗苦读，所有披星戴月，一切辛苦煎熬，都是为了这个鲤鱼画龙、平步青云的机会。未来这段日子，天下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京都，所有希望和绝望都会在此上演。你我天生就应该是夫妻啊！所思所想如出一辙，这不是天生的姻缘是什么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春闱之后就是大婚，大婚之后我掌管那股财权，要想阻拦我，就只有春闱了。你有应对了？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李承则落子。那你千万小心。不过，斗输了也没什么，大不了咱们弃官不做，游荡天下。反正有你就行。别动手动脚的，羞坏了。那话说回来，我这看了半天了，你绣了个什么呀？鸳鸯戏水。这是鸳鸯。其实真的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别找补了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以前学这个吧，就喜欢绣花草玩石，不喜欢绣活物。现在要学，确实太难了。那就不学了。来，喝水。这是要送你的，不绣鸳鸯说不过去。送我？成亲的规矩。怎么还有这种规矩？不成文的习惯，这不显得大家闺秀吗？那你以前没练？以前觉得自个儿活不到成亲。快了，春闱忙完就该成亲了。到时候一定绣成鸳鸯。为什么小的时候不喜欢绣活物啊？帕子里的东西绣得再好，终究是死的，就好像被困在里面了。我从小被关在宫里，染着病，无处可去，看见他们，
就想到自己，心里别扭。没事啦，现在有你啦。我在儋州长大，儋州是个港口，每天都有很多的船来来往往。等到日落的时候，海上的飞鸟随风起落，放眼望去，全是生机勃勃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。其实，我都没有离开过京都。成亲之后，我带你去看。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等到所有的麻烦都不再是麻烦的时候，我要带你看遍天下的美景。会有那么一天的。掌柜的，有空房了吗？我昨天来时客满，小二说让我今天一早过来碰碰运气。您稍等。史公子啊，正是史产力。您运气可真好，刚有客人离开，正好空下一处，四人合住。哦，不瞒公子，春闱就在眼前，现在在京都城内想找个住处，那可真不容易。四人合住虽是喧闹些，但房钱可便宜多了。公子也是来参加春闱的吧？啊，那肯定是。既是考生，能否看下官府发的文书？不是针对公子，春闱将至，京都管得甚严，我们呀要仔细记下细节。回头啊，府衙要来查看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掌柜啊，有没有更便宜的？还要便宜啊？不跟人住也行。不跟人，没有这种房间。那有没有，比如说，你给我钱的那种？啊，掌柜别误会，我是说，我可以替您打扫院落，又或是端茶倒水，这工钱抵了这房钱。抱歉，石公子，小店人手够了。我先说说这个，当年乡试，他排在我后面很远，哪知道会试的时候啊，他就一举成名。石公子是不是有些拮据？不瞒掌柜，春闱啊，太费钱了。那倒是有一条门路。掌柜请讲。有一位大人主持本次春闱，石公子若是能找到他，或许能帮你一把。主持春闱是哪位大人？范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听闻范大人适才经世，别人都是惊讶，可在下不这么认为。从见到范大人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范大人的才华绝非凡俗可比。你谁呀？大人，我贺宗纬啊，咱们见过。贺宗纬，有点印象。京都府衙上，你还帮郭宝坤跟我打过官司，是不是你？大人，那都是国家逼迫我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跪了，我只能假意迎合，其实我心中根本就不耻啊，大人。拉起来，拉起来。行了行了啊，咱起来说。来。谢谢王大人。那你说你是贺宗纬，但这看着跟以前不一样啊。哎，这相由心生，如今摆脱了郭家，
心性亦高远，只是长得豁达了一些。照你这么说，全赖郭家，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啊，大人。我这一直想着记录郭家的恶行，就想着有朝一日报与大人，为国除奸呢。那怎么也没报啊？这不是大人的动作太快了吗？这郭攸之都入狱了，而在下也逃脱了魔窟，这一切都要